有我可以参军的民政时期，可以参军的参好之后从左边那边进来，新的往右讲的省道，东西向南进来，结果那个这个路标啊，这个地名啊，背面你看从西边那边进来，根本没有字嘛，所以找不到。结果是这里过去，涵洞之一参军陈永华的相关事迹的成员。天兴州是比较北边的，以台南市政府，台南市府城为界嘛，北边的天兴州，南边的万年州嘛，然后这边是在那个高雄的鼓山旗山的北边嘛，所以叫鼓旗后鼓旗后讲过鼓旗，鼓是跟鼓山有关系，鼓山有。旗是跟旗山有关系，鼓山、旗山、鼓旗后，意思是在万年州的北边嘛，天兴州就在北半部了。它现在离那个高雄的万年州后来是万年县嘛，不是说天兴县万年县吗？学历史就是这样的，离得比较近，所以叫鼓旗后、鼓旗后，后来变成果义后，水果的果，不是的，因果报应那个果义后，毅力的毅，果义后。台语是鼓旗后讲过的鼓山跟鼓山有关的，旗是跟旗山有关的，鼓旗后，因变成了果义后，跟明正时期的开垦有关系嘞。